即将推出的8点档大戏，现在呢，除了有谚语、金句连发之外，像是卡搭、手搭、永远唔免交牙造卡，或者是童养媳，用台语应该怎么念呢？迄今的旧地名又是什么？其实让不少年轻的民众可以一边看戏剧，一边学台语。恁查某囝若是愿意嫁来阮国家，我保证，你是安尼手搭、脚搭，永远就免行走骹哦。 即将上映的8点档戏剧部分片段曝光，手搭卡搭，永远唔免行走卡，这台词您听得懂吗？卡打卡搭卡打，没看过，连看都没看过。应该是他那个大小姐的意思吧？应该是在讲在办公室工作的人。台语谚语让年轻人听得不飒飒，我们请老师来解答。就是讲你这个人都唔免留做田，是好命囝。灶骹就是爱洗米煮菜煮饭，手就会担去嘛。原来是形容富家千金，十指不沾阳春水，经济很好的意思。你嘛知影，我自细汉就是爸母无爱，新妇仔囝。童养媳，年轻人又是怎么解释？我生的儿子来养我的老婆，小孩养妈妈。 细汉咱就甲分来，分来咱斗饲，咱斗饲的时阵可能有一个查甫囡仔要甲伊成婚。而这个高雄旗津的旧地名，让演员们念得很崩溃，民众又是如何解读呢？阿毛囝若是变做大港口，放假唔就该钱咯，赶快老了呢。崩死的，崩死，崩喜，帮卡。 正确的念法是邦卡，俗语地名古早用语，跟着戏剧学台语，不但要让观众体验60年代风华，更要传承台语文化。这台北综合报道。